呢個 Operation Spiderweb 啦。咁呢個咧蜘蛛網嘅行動咧，似乎一個2.0嘅説法咧，而家走咗出嚟啊！咁呢個2.0嘅説法咧，個情況係點咧？就話咧係有一列嘅烏克蘭或者我哋講一列嘅俄羅斯火車咧，比較正確啲講。咁咧喺個行駛當中，突然間咧就受到咗烏克蘭嘅無人機攻擊。咁烏克蘭嘅無人機攻擊嘅點樣突然間會走出嚟咧？因為似乎咧攻擊嘅地點咧，又係類似咧喺扎波羅熱呢啲咧，我哋叫做被佔領區咧，係遠離咗烏克蘭能夠使用咧正常規武器攻擊嘅地方嚟㗎啦。咁如果你話係一個咧 locomotive 啊，即係架嘅火車上面咧進行攻擊的話咧，咁啊之前咪未試過啦，即係5月尾嘅時間就試過啦，喺扎波羅熱咧就炸過一架咧，我哋叫做 fuel train 啦，即係咧好似佈滿晒燃料咧嘅火車。咁當時都講咧，即係被無人機攻擊嘅等等嘅嘢，大家就當時未諗到有 Spiderweb 呢個嘅行動啦。咁你話事後諗翻會唔會其實當時已經係執行緊呢個 Spiderweb 嘅行動咧？未知。咁但係今次呢個2.0咧，主要暫時咧就只能夠透過一啲社交媒體嘅描述啦，就講係一個咧裝滿住穀物嘅卡車啦，即係都係火車上邊咧，突然間就冒起咗啲嘅無人機，咁然之後咧就向住咧我哋講俄羅斯嘅裝甲車啊、坦克車嗰啲卡數咧就進行攻擊，咁啊最終咧佢導致就超過咗100架嘅裝甲車咧係報銷㗎，咁所以咧成件事係十分之誇張嘅。咁如果真係做得到咧，呢一個嘅Operation Spiderweb 2.0咧，可以話咧係比咧上一次咧嗰個嘅1.0嚟講咧，戰果都不遑多讓。咁當然啦，即係你攻擊咧戰略轟炸機咧，就對俄羅斯個損壞個損傷嘅程度更大啦，因為係屬於戰略級別嘅。咁你話佢擊傷咗佢哋嘅坦克等等嘅嘢咧，呢個都係屬於戰損嘅級別咧，即係個戰術嘅級別咧。同埋咧，你話冇俾百幾架咧喺戰場上，其實都好快脆，你就會見到呢啲嘅戰果。不過大家會睇得到就係呢種嘅戰術，如果真係用到出嚟咧，真係淋漓盡致咧，我哋可以講咧，基本上咧就係防不勝防，喺任何時候咧都會打到。咁所以咧，對俄羅斯人嚟講咧，而家變成咗草木皆兵啊，風聲鶴唳呢個情況。即係你任何見到貨櫃座嘅物體，你都需要小心，就包括咧放喺火車上面嘅貨卡啦，放喺貨櫃車嘅貨卡啦，甚至乎咧可能係停泊喺任何一個貨櫃場呢嘅貨櫃咧，隨時打開佢咧就有大量嘅呢啲嘅 kamikaze drones 咧，咁作出咧進行嘅攻擊嘅。咁所以話呢啲嘅自殺式嘅無人機咧，真係無處不在㗎。不過稍為可惜嘅咧就係呢個 Operation 2.0咧。其實暫時都未能夠咧，即係完全證實呢個行動嘅所在。咁只能夠咧，即係透過咧一啲其他嘅消息咧，就睇到呢件事啦。咁所以最終其實係咪真係出現咗呢一個 Operation 2.0咧？咁現時咧，我哋逐啲講咧，就有圖就有真相。但係咧，而家坊間仍然係未有一個咧有說服力嘅圖，流到出嚟咧俾大家去睇啊。所以咧呢個咧就流於咧暫時就大家口耳相傳，傳就傳得好犀利㗎啦。我都係咧抄咗好耐咧先能夠抄到一個咁樣嘅描述。來自英文嘅描述，好多都係來自烏克蘭啊、俄羅斯文啊，即係佢哋當地嘅語言啊咁樣。用英文咧我就淨係揾到呢一張相啊。即係個內容，我相信喺個翻譯上就唔會有好大嘅差別㗎啦。我哋會繼續觀察啦，即係究竟會唔會有咧更多即係呢一個嘅2.0蜘蛛網2.0咧嘅行動嘅出現啦。再配合啦，我哋講即係你話頭先咧米格機啊等等咧嗰啲情況啦。當然你話假消息呢樣嘢咧，其實大家咧都真係要相當小心嘅。你話咧要去媒體做假消息一啲都唔困難啦。就算我哋真係刻意要做，我哋都絕對做到嘅。即係例如我哋會揾翻咧，例如話相同嘅機場。類似嘅破壞咧，其實來自呢3年嘅戰爭啦。烏克蘭已經係為咗俄羅斯咧，可能喺同一個機場可以做過2至3次咧嘅同一個破壞咧，都唔出奇嘅。所以如果你話揾翻啲舊相咧，可以話咧同一個地點揾翻個舊相嘅破壞相嚟扮係今次嘅攻擊咧，都冇話唔得噶噃。所以咧呢個咧就資訊戰咧嘅情況。烏克蘭就好少打啲虛假嘅資訊戰嘅。但係總之大家都小心咧，即係例如可能你見到呢張相，佢又真係喺翻頭先我哋講嘅攻擊嘅喺呢個嘅米格31K啊，或者呢個嘅蘇34呢個空軍基地。不過呢張相咧就係講緊2024年呢個時間嚟嘅。
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嚇。咁啊，如果咧你真係揾到呢啲相咧嘅時間咧，就唔代表咧第一就係而家個現況，佢哋嗰個空拍圖係呢個狀況，咁啊唔一定嘅。咁啊當然咧空拍圖嘅嘢咧就每一日都有少少不同啦。咁啊所以咧呢個咧嘅消息嘅證實咧，其實大家咧仍然又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嚇，即係咧要即係更加多咧做啲 fact checking 咧，你先至可以繼續了解咧更多呢個情況。